右手宣读誓词。是以至诚，核遵国家法令，尽忠职守，报效国家，不枉费公堂，不滥用人员，不徇私舞弊，不受贿赂，如为誓言，愿受最严格之处分。谨是国立成功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院长陈孟甫，中华民国108年8月1日。沈元胜，中华民国108年8月1日。我们掌声谢谢杨俊佑院长的贡献，也恭喜首任的院长就任。新卸任院长印信交接。我们掌声谢谢张俊彦院长的贡献，也恭喜沈元胜院长就任。4年半以前，我在同一个场地，宣誓就任成功大学的校长，也是因为这样的福分，我今天有这个荣幸在这里欢迎大家来见证我们2位新院长的上任。我想从心情上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所有回想这4年来经过的点点滴滴，无论是辛苦或困顿，挑战或为难的时候，我每天留下的心情感受记忆只有一个，那就是感谢。所以我有限的3、4分钟，在成大医学中心非常顶尖的 SOP 原则之下，我想集中就跟大家分享感谢。首先感谢各界的信任，对成功大学，对还有我们的医学中心，各位的支持，能够让我们2位现任的院长，在过去6年以来呈现绝无仅有、前所未有的和谐、互助、互融、共创新局。也是因为这样子，带着勇气和我的学姐一起南下，跟我们拼斗的张院长，可以完成了药学系的争取，可以完成了牙医学系的争取，这个都是对我们非常非常不容易的20多年来的重要创建。当然还有很多也是在跟杨院长一起的努力之下，医学中心、军衔立委等等都帮了很大的忙。我们30年来首次能够看见，目前是超过进度的第2研究医学大楼的创建。当然。杨院长也以他不同的风格、热情、温暖，坚守30、40年来他从离开医学院之后就服务的场所。他的经营的成绩不仅仅是突破新高，更重要的事情是一步一脚印宣示成大医院是大台南地区以及国家中部以南最伟大、最不血汗的医院。其实就是感谢。下这个舞台就是准备卷起袖子去工作。我还要特别感恩我在26年在这个地方服务，然后师生对我的栽培与培育，让我还有我的家人长期的陪伴，让我有这个能力，还有最重要是勇气，可以承接这个重责大任。成大医院到今天刚好31岁，那31年前，因为我们要守护整个云嘉南民众的健康。视为云嘉南民众的守护神，成大医院因此而诞生。那在历任院长薪火相传，大家兢兢业业来守护这个价值。那今天我从杨院长手中接下这个重责大任，是一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我们一定继续推动院务向上向前。那整个高龄社会的来临，其实让整个医疗的照顾越来越复杂，还有整个科技的进展。让我们整个医疗实质性越易，那我想民众对于医疗品质的要求越高，所以我们推动智慧医疗是势在必行的工作。那3到4年后，整个新的一个老人医院，台湾的第一个专属老医院将在成大的院中院诞生。所以未来3年内，我们急需要推展的就是落实智慧医疗，然后将精准医学落实在病人的整个照护当中。我的目的是说，要让医生的眼神从电脑上
逐渐转回到重新关注到病人身上。大家去看病都知道，以前你看电脑的时间比看你的眼神还要多。我们要把这个趋势扭回来，好，要用更温暖的心，用心倾听，不只解病人之身体之急，更要安病人之心，施病人之意。我想这才是医疗的本质。那此外，我们让全世界及全台湾看得到我们在医学教育上的努力，及我们在临床研究上的亮点。最后，跟在座成大医院的同仁护理，勿忘初衷，与托付，连胜万分感恩，并了解这是承担重大责任使命的开始。有幸成功大学医学院遴选委员们对个人的肯定与支持，我永远铭记在心。此外，我也要十分感谢张君岳副校长、杨君佑院长、戴明德教授、黄朝庆教授、陈志荣院长、林奇娥院长与诸位成大医学中心和台南医界前辈的经验指导与传承。连胜清楚自己必须为成大医学往后的发展负起责任，虽然责任非常艰巨，但是我会勇于承担，乐于承担，希望能带领成大医学院迈向更好的未来。